宝殿供奉了三宝佛、释迦牟尼佛，还有药师佛、阿弥陀佛。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教主释迦牟尼佛，还有东方琉璃光世界药师佛，还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三宝佛。三宝殿，这里观之岭火山碧云寺的后殿，三宝殿。前方比较低的地方是火山碧云寺，已经300多年哦。康熙40年，1701年创建，现在2016年，中华民国105年了。正前方比较高的地方是天公庙、天公庙。哦，你看右前方还有新盖的电梯耶，你看很进步耶，电梯上来可以到大雄宝殿。哇，很庄严，很雄伟。请勿在三宝殿内起居、祭改、灵动等仪式。殿内的中央请勿打坐。三宝殿内正中央请勿打坐，那是常住的位置啊。